每一档咱的教会拢有青少年主日，这两档开始有社青甲学生青年轮流来分享。望照着这款的主日，唤起大家关心青少年事工，为着因来到，期待咱的青少年会当互上帝来大大使用，加做主耶稣基督精兵。咱来看一段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专组的小莫。我会来参加小组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很多属灵的同才，让我觉得不孤单。可是我想要来小组的原因是，我想要追求神的话跟神的道理。就我觉得能跟相同年纪的朋友们在教会一起认识神，一起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，是一件还蛮快乐的事情。平常在教会参与小组，就是会彼此分享，就是每个礼拜来小组聚会都可以领受到一些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事情。我叫嘉里，我是香港人，然后我现在有服侍，是我在手中团，收获就是香港来到台湾认识的都是同年龄的人，然后来到兄年，然后去手中队的时候，就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，不管在属灵上面还是在生活上面，都可以就是感受到他们给我的温暖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，但阮祈祷的上帝，求你也是通听阮的祈求，为着教会、社会青少年来祈祷，互你面对伫这考验压力的时阵，会当勇敢去学习，无惊吓，无软弱。伫多元学习的生活管道下面，会当找到家己的专长，并且会当发挥因的专长。当你好好互人欺负的时阵，因相信上帝掌权。面对茫茫渺渺的未来，会当透过祈祷找到家己的路，毋通放弃，毋通为着家己的欠缺来烦恼。虽然找头路无简单，薪水嘛无够用，毋敢娶某生囝，但是恳求上帝施恩祝福因头一个路站。在这么竞争的社会中间，会当我靠你度过每一天。伫基督耶稣内面领受满满的愿望，祝愿同心祈祷，求你祝福。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，阿门。也是青少年主日，可能大家感觉无同款。拄好讲，牧师啊，我的囝、我的后生嘛是伫青少年，若无看到因伫遐现实。这是高中生、高中以上大学，拢即马伫小组的时间啊！这个时班是主要是高中生伫遐唱歌来学乐上帝。青少年这世代真正无共款，敢毋是咧？拄好看麦克也较遮悬，以后要读圣经搁较悬时，这麦克无够用啊！这世代的青少年真正甲咱无共款，但是呢，有一寡共款的所在。这就是教会的青少年，毋知你有注重教会青少年无？在咱所台球门中间，有一项代志来提醒咱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和合本的，还是现代中医版，讲我的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你是阮荣耀主耶稣基督信徒，就袂当借着外人的外表，无共款态度来对待人。我毋知你有想过讲，咱伫教会咧聚会中间，若有是新朋友来，我相信咱的交代同工，
真欢喜邀请因来教会做礼拜。但是呢，有当时有一寡人，甚至网络顶头有一寡教会，教会形态无共款，甚至条件无共，看到遐送向人来的时，无爱睬伊，这是一个危机啊！所以早期初代教会有一个叫《使徒法规》，这本册有记载。但任何有一个穿水衫的人入去会堂，无论是本地兄弟姊妹，也是讲其他的人，那长老伫顶头分享上帝话、读圣经，就袂当落去安排座位，爱保持无出声、安静，因为其他兄弟姊妹会当甲因招呼，因若找无着所在，会当坐有疼心的兄弟姊妹。就要让座位互因。咱想看觅，其实初代教会就是有即款的条件甲问题啊。咱袂当用世俗眼光来看待其他的人，咱若用世俗眼光来看待其他的人，这就毋是教会，甲外口的团体就共款咯。伫教会中间有一件真重要代志，就是用上帝眼光来看人。初代教会可能伊的阶层拢是社会较送香的人，自己做伙伫遐敬拜上帝。但是一个有钱的人，手挂这金手指来到会堂的中间时，因就开始有这试探。有人就特别对因真好，因为教会需要经费啊，需要奉献啊。咱来看在疫情的中间，真侪教会嘛受到这款试探试验啊。因为教会欠钱啊，结果有钱人来到教会欢欢喜喜哦，有钱人来，有钱人奉献真济哦。但是这是一个挑战，嘛是一个试炼。其实古早犹太律法中间吼，这会堂吼，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也会有一寡法律顶头的故事。一般新闻这的人，拢是伫会堂中间来进行，无聚会可能一寡法律的。故事伫这进行的中间，这列比就希望讲，来受圣早的人应该穿搭爱共款。你毋使穿甲西装，穿西装啊，尼古带安尼穿甲足正式，安尼足有钱的，表示你真有社会地位。伊讲袂使哦。第2世纪是列比是要求犹太的教师列比就要求伊每一人穿搭爱共差不多。这表示啥？伫上帝面前，每一个人拢是共款。现今的社会有钱甲无钱人吼，你看会出来无？但是教会即摆有一个有钱人来吼，你可能看袂出来。即摆有钱人拢穿甲普通、清彩，可能穿皮衫尔，你知影？皮衫吼，你知影我意思吼？咱若看到这有钱人无钱人。这是外表哦，伊穿搭，伊穿名牌的无？我这做魔术人哦，看迄包包吼，迄皮包有一个20万，你知影？我根本毋知啊！我看每一个人拢共款啊，迄魔术毋知行情，你知影？我嘛袂安尼去看待别人，所以无差。迄皮包20万，哇，这有钱人！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拢是共款。咱诚做教会每一个分子看别人，爱用上帝眼光看人。但是有当时，咱咧看有钱无钱，其他人看啥？你学历啦，你是博士吗？你是硕士吗？你个什么款工课？你是医生吗？你是什么代志？大家拢看外表。但是咱是信仰的团体，不管倒一个人来咱的教会聚会，应该共款用上帝眼光来对待因。教会是信仰的团体。我会记古早少年教会，以早蒙人来教会时，无人甲拍招呼，无人睬因的。但是咱有进步无？进步真济呢。即蒙朋友来咱教会有蒙人的周报，拍你互因看，毋是看啦，互因蒙啦，毋是看。蒙迄圣经在拢特别座位互因坐呢，这就是进步。因为伊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啊。咱看青少年的，
有人有其他的教会真正，我毋知网络顶头的其他的教会有安尼无？看这青少年来教会吼，啊，我用青少年都开钱，无得趁钱的对无？毋是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是啊。啊，有真侪青少年来教会了后，就安那讲，哎哟，这青少年吼拢无得奉献的，啊，这无好，啊，伊就无得趁钱，哪有法度奉献？有的教会就无欢迎青少年啊。这囡仔来到教会了，用到乱七八糟，啊，教会讲啊，这无好，也是讲有这问题青少年来到咱中间，啊，做爸母你会烦恼，带歹我的囝儿啊，会袂？但是上帝看待的眼光是甲咱无共款，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群人，是上帝意爱所听的人。少年人来教会，其实这是好代志啊。人讲即马面临少子化，真侪大学拢关掉，但是教会若有青少年，咱应该欢喜快乐啊，敢毋是咧？看到教会有这青少年出出入入，表示咱的教会有未来啊。有一寡教会咧，美国有一寡教会咧计划关教会，你知影？因为无会友啊。咱面临一个少子化的世代时，你讲啊，无事，咱可能青少年的儿童主流会减少，但是不可能会减少，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咱有去传无？咱去招好无？希望即群人会当来到咱教会，来到咱的教会的时阵，你有欢喜快乐来接待因无？用上帝听来听伊，咱参像伊是咱的囡仔共款啊。这第二项要有正确行动力。毋通偏心对待人，这第40所在，第80安怎讲？就要听厝边亲像家己。现在当日本嘛是讲听人亲像家己，毋通偏心啊！你对待这群青少年，虽然毋是你的囝儿，嘛毋是你的孙，但是对教会这个大家庭来讲，你就要听因亲像你家己的囝儿共款。咱来帮咱的青少年，莫是讲青少年只有开钱，这款是较坏这款的观念。其实咱青少年咱注重，咱帮助伊。伫家庭内底上后开钱的，就是青少年甲儿童啊。有的父母要栽培因成长，开钱上2个班拢无要紧，就是爱栽培囝儿成长。伫这学校的学习，啊，伫教会社会拢诚最重要，别人的帮衬。所以，咱来帮助青少年时，帮助这儿童时，爱用因的眼光来看代志。教会设备内底，互儿童用的，甲互青少年用的，敢有共款？或者年长的用的拢无共款啊？是照着因的需要，毋是讲哦拢会使，大家拢使用共款，而是讲无爱伫的再互因用。这种就是无好的观念。但是咱的教会咧，注重青少年，咱隔壁咱的组一个所在，来互这青少年来使用，互因有啲小组的时间，会当伫遐分享。青少年是咱教会未来，咱来帮助伊。教会需要这群青少年做伙服侍，但毋是当作是工人共款。咱会当鼓励因，互因伫服侍顶头，诚做教会帮助。主要所看待一个每一个人拢是共款，这群人是咱的囝儿，咱就爱帮助伊。当有人批评你的囝，你的后生，你的查某囝是，你会安怎讲？当然批评这青少年时，你那参像批评咱家己囝共款。咱必须爱来为着因来出声。若讲这无好的话，也是讲无实在话，咱爱出声来替因讲话，无可能有第2摆伤害啊。所以第3项，咱要怎样协助咱的下一代青少年？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讲，毋通互人看轻你少年，无你的言语、行为、贴心、信心、清洁方面，要诚做信道模样啊。其实咱来鼓励这青少年，爱诚做信道的好模样，因为信仰甲年龄无关系，甲性别差别无关系。
是甲你的信仰、你的态度、你的性命有关系。咱要怎样帮助咱的青少年呢？头一项最重要，家己本身做主，做模范。咱的态度观念会当影响咱的青少年的，甚至塑造咱的下一代。有当时我听到有人讲，第三场才是主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三场最上重要，人上济，风险嘛上济吼，所以是主场吗？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、第四场，其实每一场拢是主场的。但是什么是主场？你知影？主耶稣同在伫地才是主场啦。主耶稣伫地，你伫礼拜中间有主耶稣同在无？这才是主场啊，主在场啊。咱的性命、咱的态度，可能咱有当讲话无去思考、无去想，但是有可能人听到哦，主场是第几场？其实毋是啊，每一场拢是主同在一场礼拜。咱家己讲话，甚至咱家己有做模范无？我会记迄当阵，咱的130周年研讨会中间，真侪只长辈去捡粪扫、扛水，各去搬只桌仔椅啊。青少年有在看呢。你毋是讲我是长辈，所以你青少年做到要死，叫你去搬桌仔椅啊？毋是啊，你家己嘛斗搬。你若身体勇健，就当斗搬。家己本身做一个模范啊。青少年毋是看你，毋是听你讲啥，是看你做啥。你要求青少年进前，你家己本身爱食做一个好的模范，无伊会讲你讲的尔，我就听就好。咱来看进前咱所读即个艺术帖，艺术帖其中间有一个也亲戚叫。伊属灵的家长叫莫迪改，莫迪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是真做一个艺术帖真好的模范啊！伫这少年艺术帖要真做王后进前，拢是伫莫迪改中间伫教示帮助伊。莫迪改是敬畏上帝的人，看到哈曼来，这王国中间上界重要的人来到伊中间时，伊无伊跪落去，无伊跪上帝、跪拜上帝，无跪到遐哈曼。所以咱看到艺术听知影，伊知影伊的这属灵的家长好的模范是怎样引出伊生命，为着同胞，毋是为着荣华富贵，毋是为着名声，毋是为着地位。所以咱家己本身做模范真重要。咱怎样在服侍，怎样在帮助教会，因拢在看。第二项，为着因来祈祷、代祷。艺术帖请莫迪改来甲其他人，伫艺术帖要祭王进前，伊讲，请恁为阮来代祷，敬正，甚至是敬正祈祷。教会少年人有真侪理想目标，甚至有上帝来负担甲使命，咱会当用祈祷来支持因。我相信咱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。咱祈祷的中间，比咱用念的、用念的，搁较紧、搁较好。我邀请中部、大部的兄弟姊妹，也是咱的长辈，咱做伙为着这世代青少年来祈祷。我相信信心会去帮助因的心，帮助因的生命改变。当祈祷中间，上帝做工啊，赢过咱所做的。第三项，容允因有犯错的空间。这条道吼，是咱的国中心吼，因伫小组中间咧讨论讲，要怎样服侍教会？有人讲吼，要参加敬拜团司琴啊，做鼓手。啊，有人拍鼓啦，啊，有人做敬拜团服侍，也是讲宣教。但是要宣教，搁写哦，重点是爱军队主耶稣的带领。啊，过来帮助遐身体欠缺的人。啊，搁有啥？用家己所经历到的来服侍，来传福音。营会中间做辅导，教会中间有带这破冰游戏，带敬拜，做音控，带诗歌，
帮咱主理哦，这是因写的咧。啊，你讲写，无输啊，这群青少年真好，对无？我讲，但是有当时嘛出问题呢。讲要唱歌，叫时间到还未出现呢。啊，要唱歌，唱到哩哩啦啦嘛有可能啊。讲要带游戏，讲家己算啊足欢喜。我讲无要紧，就是要永远以失败错误包容，赢在成功啊。教会咱遮最长辈，就是要永远这青少年空间有失败的经验，这才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无失败，无成功的未来。这是咱的，这个营会这青少年参加营会啦吼。啊，这营会吼，这啥营会是拜教会办的，但是咱的大学生在带这高中生来参加这营会，互相照顾。到伫大汉的所在，遮尔好的所在，大做伙啊，算做伙啊。啊，这是篮球营，篮球营是咱的大学生、高中生去带这高校的学生，教因拍球，甚至将福音传互因。嘛要互相斗相共啊！啊，第三项这是拍鼓，这是咱家己教会办的青少年有世代传承，大学生、社青帮助大学生，大学生帮助高中生，高中生帮助国中生，帮助伊伫营会中间领受上帝来话，信心来的充满，帮助伊伫生命中间改变，会当愿意来服侍。这是咱的营会吼。咱来牧区的营会嘛是共款。帮助主日学，咱青少年爱帮助主日学，甚至有福音队，这是咱去台南东山教会迄个庄卡所在去传福音。今年咱要到伫台中，这疫情正静啦。今年咱要去台中港教会，迄嘛是较偏僻的所在，去传福音啊！爱训练，爱操练。当然训练操练中间有做无好的所在，但是就是爱甲因装备训练。过来，言语顶头爱甲伊鼓励。我时常听到有只长辈在鼓励青少年讲：啊，你生甲真悬啊，你生甲真缘投啊，你生甲足水的。我讲，这甲因都无关系啊。为啥无关系？甲信仰无关系啦。咱来鼓励因是爱鼓励因的品格甲信仰。你真够读册。伊的爸母就头较好啊，真够考试啊。但是爱鼓励讲，你有真认真读册，嘛有共款有来教会，这才是鼓励啊。毋是讲啊，你真够读册，第一名真好。啊，有人无来教会嘛是第一名。咱教会有奖学金对无？咱奖学金是鼓励讲，你学期至少爱来一半以上来。小组也是来做礼拜，有信仰啊，毋是讲你真够读册啊，甚至有诶读册无读遮尔好诶，有进步奖。这是鼓励因讲，你信仰是上介重要诶，毋是鼓励因外在诶物件。啊，毋讲你倒去上班台积电真好真好，啊，这甲伊信仰有啥物关系？啊，有人甲我讲牧师啊。囝啊，帮助我这囝啊！伫高中拢无来教会，即么大学考了叫伊来，即久拢无来就无爱来啊咧。啊是讲有人讲爱尊重因家己决定啊，尊重决定吗？啊是鼓励因来教会，这无共款啊。有人讲时常讲一句话，爱尊重这世代青少年家己决定信仰，毋是呢？咱是爱鼓励因的信仰。互因伫青少年中间拍好根基啊，尤其是生命信仰的根基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讲，毋通互人看你少年，无论伫言语、行为、疼心、信心、清洁方面，都诚做信徒的模范啊！咱来鼓励咱的囝儿，诚做模范的，毋是讲你真够考试呢。毋是讲你做啥物头路呢？是你的信仰、你的行为有下着上帝心意无？第5项，较侪同理心的，同情甲同理无共啊。
当真是你看悬，徛较悬悬，看这青少年啊，这我较有经验，我较有能力，你无啊，你这小屁孩。但是当你先是听到对方的立场，并且咱教会是爱听到真理的立场、上帝话语的立场、看法做基础。少年人当然有真侪想法，无一定是对的。咱爱甲伊讨论，爱甲伊沟通，为什么你安尼想咧？为什么你无想要来教会咧？你有甲问过无？有沟通过无？还是讲无啦？你一定爱来，我就规定你爱来。啊，为什么无想要来教会？一定有原因嘛？啊是讲伊教会来遮教会互人欺负？啊是讲来教会感觉足约束的？感觉有啥物所在毋对的所在，佮来讨论啊。尤其是遮社青，伊出社会了后，社会环境真侪试探试炼，伊拄着问题，毋知问啥物人，爱问遐出社会真久的有信仰的前辈，甲伊讨论啊。你变圣经嘛变袂赴的啊。咱诚做一个信仰，这场中间诚做信仰的前辈，你知影？咱的信仰，咱的工课要怎样结连做伙？你上届有经验，你就要帮助因，帮助下一代社青，互因理解，当遇到即款的困难是怎样处理。第六项，诚做因的靠山。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拢鼓励咱的囝儿好好读册，供因的学费，甚至补习也尽量去补。你愿意去读就尽量读，博士、硕士拢无要紧，我就找两个头路拍拼嘛，爱供应你的需要。可能有的父母是安尼想，那教会咧，教会若为着要栽培咱的未来的青少年，即摆青少年未来的教会才新人，咱的会友、咱的长子，甚至咱的牧师，你是怎样开偌济装备，开偌济钱，愿意互因去上课的？有即款音乐的释放、信仰的装备，咱愿意开钱陪因去上课，鼓励因去信仰的栽培嘛？为什么咱安尼做？为什么咱要诚做伊的靠山？因为伊是咱的亲人，咱厝内底的人。我相信。少年教会其实有一个疼心，佮愿意栽培青少年的所在。咱嘛有这资源、钱财来帮助咱的下一代，是超过以前所有当互咱这青少年的。咱当然，咱教是咱青少年讲领受这就是稳定，爱感恩，爱感谢上帝，爱付出，回应咱这世代。第七点真重要，就是爱世代来沟通。每一个世代拢无共款。我的世代，我伫读册时拄啊 PC 啊 ，personal computer， 伫电脑个人电脑拄啊出来尔。哇！啊有教会这长辈袂晓使用咯，咱就教伊安怎使用，要来用 Word， 用这DOS， 用这物件。啊现在咧，等阮囝出世的时有着手机啊。我本来用安卓系统的，即马用 Apple， 佫无使晓用，咱请教咱青少年，请教我查某囝较后生呢。这是世代无共，啊！即马的世代是 AI 的世代，佫我无共款啊。有人讲哇，牧师啊，即马 AI 的世代吼，啥物拢透过这 AI 来处理啊。但是我有讲，有一项代志袂当完全透过 AI 来处理，就是咱的信仰。咱的性命换出一个基督徒的香味无？咱有愿意栽培下一代无？咱的信仰拄着问题时，你可能毋是透过 AI 来处理来解决，是你要祈祷、读圣经、领受上帝来教示。愿上帝帮助咱少年教会青少年，帮助咱每一个人诚做青少年模范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稳定的主宰，怜悯人的主。我求你帮助阮有疼心来栽培青少年，愿意开较侪时间来资源来协助青少年，互阮的教会充满着愿望，
互无共款世代兄弟姊妹彼此来帮衬，互相了解、沟通，会当起造一个愿意传福音、疼人疼主的教会。伫这黑暗的世代，教会会当透过你大力的气来转变社会、转变国家。愿你听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